我心灵，艰困时光中担压迫我们。主啊，拯救饱受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有悲伤力量都齐了这代，无论如何都期盼那位，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苦悲，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悲。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25天的共读。今天要请素兰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成为你的儿女，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祝福。每日清晨聆听你的话语，如同天父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你用无比的爱来爱我们。我们要学习大卫仁慈待人，用正确的心态来看待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好是坏，都有上帝的旨意，也让上帝的恩慈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善良慈爱地对待每一个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在撒母耳记上的23章，那看见因为大卫有祭司亚比亚他就是以利的后代的加入，让他能够有祭司的以弗得，能够清楚的向上主来求问。那扫罗他不向上主求问，却是用情势来判断利弊，那他好几度的以为这就是上帝与他同在。那上帝把大卫要带到基伊拉，就是交在扫罗的手里。好，那却是与事实相反。那约拿单跟大卫也在扫罗追杀当中，最后一次的碰面是在西弗旷野的树林当中。同时看见约拿单表态，那他甘愿成为大卫的臣仆，那他也相信大卫要成为王。那扫罗的一生，那或是跟随扫罗的人，包括西弗人，包括以东人多益，他们汲汲营营想要得到什么，最后是虚空捕风，可以说都是白忙一场。那么今天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非常精彩特别的一段。那请素兰执事带我们来读24章的1到3节。第1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探知大卫在隐基底附近的荒野，就率领以色列人最精锐部队3000名，到野山羊岩东边搜索大卫和他的部下。扫罗来到路旁羊圈附近的一个山洞，进里面去解手，刚好大卫跟他的随从躲藏在这个洞的深处。那在扫罗他知道大卫呢来到了马云旷野，好，那就从马云旷野到了隐基底好，那所以隐基底是大卫躲藏的第11站好，那第一站从基比亚，然后到了拉玛，到了挪伯，到了加特，到了亚杜兰洞，到了摩押，到了哈列树林，第8站是基拉伊，第9是西弗，第10是马云旷野，那第11是隐基底。那隐基底也可以从这个地方跟对照这个地路线呢，好，就可以真的是东奔西跑，是真的是逃亡的路线呢。
好，没有目标，好，但是我们只要记得前面3个，好，就是先去找先知，再找君王，再找祭司，那后面再找第4个找仇敌仇人啊。好，那所以大卫真的像是无头苍蝇般的，为了要躲避扫罗的追杀。隐基底这个地名的意思是野山羊之水泉，或是小羊的水泉。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地方啊。好，那但是我们只会记得在这个地方发生扫罗上厕所的事件。那隐基底它也有泉水，好，那水量丰富，可以说是旷野当中的一个绿洲。好，那也上主把这个大卫带到这里来，好，让他产生变异，那可能风光优美哦。那他在这边呢，就进了洞穴去上厕所。好，那这个隐基底的水泉，好，或是从这个照片当中可以看到，好，那很像在台湾的这个山上的这个溪水，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也是有这个很多的岩石，好，或是有这些的树，好，那在这个地方，好，那是扫罗，好，那他要去上厕所。那这个事件呢，在诗篇当中，大卫的诗篇当中也有记载。好，那一个是在142篇，142篇是写大卫在洞里做的训诲诗哦。那但这个洞呢，有可能就是指隐基底的洞哦。那142篇总共有7节哦。142篇的第5节说：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求你留心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微之地，求你救我脱离迫害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从被囚之地领我出来，我好颂扬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用厚恩待我。好，那所以这是大卫在最卑微之地，或是最忧伤的地方的一首哀告的诗哦。那所以是一首他在洞穴逃亡的时候所写的诗。那跟142篇同样的还有一首是57篇，57篇前面有个小字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使他做这首金诗啊。那所以这一首57篇也是一首金诗。好，那大卫有6首的金诗，好，那几乎这6首的金诗都是在他躲避扫罗时期，好，大部分是在躲避扫罗时期所写的。57篇写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印下，只等到灾害过去。好，那最后的第8节说，我的灵啊，你当醒起，琴瑟啊，当醒起，我自己要及早醒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万族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啊。那所以这个诗篇142篇、157还有诗篇57篇，这2首诗篇，那都是大卫在躲避，特别是在隐基底的旷野的洞穴当中。那这里第3节讲到说是洞的深处，那深处它的意思也是指尽头，他就一路来到了这个尽头。好，那接着再请素兰执事带我们来读第4节到第7节。第4节，大卫的部下对他说：你的机会到了，上主告诉过你，他要把你的敌人交在你手中，你可以随意处置他。大卫爬过去，悄悄地割下扫罗所穿的袍子的一角。后来大卫为了所做的事心里不安，对部下说：愿上主阻止我做出任何伤害我主人的事。他是上主所选立的君王，我绝对不可伤害他，因为他是王，是上主所选立的。大卫终于说服了部下，不准他们伤害扫罗。扫罗起来，走出山洞，继续上路。以上。那扫罗总共带了3000的精兵那前面是因为他在马云旷野
本来快要透过西弗人的帮忙，快要捉到大卫，但是上帝就兴起了非利士人来搅扰，所以让扫罗又回去带军去抵抗非利士人。那现在扫罗又带了3000的精兵，那这里讲的是精兵，那对照大卫是有600个，那这600个可以说不一定不是精兵，但也不是老弱残兵，但是这些人呢都是来投靠大卫的人，有600位。那这600个跟随大卫人当中，他们跟着大卫这样一路躲一路藏，那终于他对大卫说：“你老大，你的机会到了。”因为上主告诉你，他要把你的敌人交在你手里，你可以随意的处置他。那所以这句话上主有没有这样子说？或是神有没有这样告诉大卫？那在前面的经文当中是没有看到。那或许有，或许没有，但是就是他们都认为大卫这时候应该要下手因为这也是上帝看作好同意的事情，而且最后呢，这个大卫终将要得胜。那所以如果是上帝有这样子说，告诉大卫你可以随意的待他，那就是你要怎么样对待他，上帝都不会怪你。那最后决定权是在大卫。可是呢，当大家都这样子认为，连上帝也开绿灯，认为 OK， 可是大卫只有爬过去，所以在这洞穴当中，扫罗正在那边大解，大解的这个原文就是用他的长袍来遮盖，就是用衣服来遮盖，所以应该在上厕所，在挡住的一个画面。那大卫只有爬过去，那悄悄的割下扫罗的衣角。然后回来之后呢，大卫还为了他所做的事情心里不安了，所以那时候扫罗可能上厕所上蛮久，或是这个地方就是风光优美，所以他想要在那边享受的久一点。那但是大卫回来之后呢，他还是心中觉得不安，因为他割下了王的衣角，这个王袍呢，或许王袍也象征着王位啊。那他割下他的王袍的一角那也可能也把他的王位割下了一部分。那他心中自责，圣经说大卫是心中自责，但是大家都应该是拍手叫好，期待他拿回来不是他的王袍一角，期待他拿回来是扫罗的一颗头就像当初他怎么样勇敢的砍下歌利亚的头一样，不是大卫于心不忍。那大卫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砍下歌利亚的头，这时候要砍下扫罗的头也不是困难的事情，但是他只割了他的衣服的外袍的衣角。那甚至回来之后，大卫还对这些人说：愿耶和华绝不允许我对我的主耶和华的受膏者做这事，伸手害他。前面是说耶和华曾对你说：看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照你看为好的对待他。所以这句话在别人的心中理解就是耶和华说你可以砍他的头，可是在大卫心中的理解是看你照你看为好的对待他。所以等于是上帝出了一张空白的考卷，让大卫回答。那大卫的回答是他实在下不了手，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现代中文译本拿掉受膏者这个字直接写上了君王，是比较可惜的。那受膏者会让我们对这个大卫的这个心中的想法是更可以理解。所以受膏者包括了先知，包括了祭司，包括了君王那甚至第7节你看到这不是大卫说好大家就好，大卫认为好，大家还是认为不好。所以第7节说大卫终于说服了部下。那和本是说大卫用这话劝阻他人劝阻他人，不许他们所以这个意思是大卫强力的制止所以大卫还要花力气，那他这个力气可能都可以砍扫罗的头好几次但是他宁愿花这个力气来禁止或是制止他的部下，每个人都想要去杀扫罗，但是大卫禁止，一直到扫罗他终于上完厕所走出来，从洞里出去，准备要上路。那受膏者，那在
出埃及记29章，好，亚伦他被受膏成为祭司啊，好，跟他的儿子，好，那这有一长串的介绍，好，一个受膏者不是随随便便啊，那像祭司的受膏，好，受膏膜是要预备，好，还有服装，还要献祭，然后还要敬拜的礼仪，好，那还要在众人面前布打，好，那大卫看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撒母耳也曾经受膏在扫罗的身上，光这件事情，好，不论扫罗这个人如何，好，扫罗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好，在他身上或是在别人身上，好，甚至在这个祭司，好，挪伯城的祭司，好的身上，好，亚希米勒，那他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但是呢，就因为曾经撒母耳膏他，上帝膏他用他这件事情，好，所以就让大卫一点都不敢去伸手害上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也对照22章，好，这个挪伯城的祭司，每个祭司都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可是扫罗完全没有这样的 sense， 好，扫罗完全没有这样的心，好，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甚至当亚希米勒在那边解释半天，那他根本没有去帮大卫什么，他只是照应该做的，可是扫罗马上就决定要杀他，别人不敢杀他，还叫多益杀他，多益杀他还杀了全城的祭司啊，好，只留下了这个亚比亚他。好，接着再请素兰姐带我们来读第8节到15节。第8节，大卫出来跟在他后面，高喊：“我主陛下！”扫罗转过身来，大卫伏地叩拜，说：“陛下，为什么听信谗言，说我想伤害你呢？今天你亲眼看到，在洞里，上主把你交在我手中，我的部下有人要我杀你，但我不忍，对他们说：我绝对不伤害你，因为你是上主选立的王。我父，请看，我手中握着你袍子的一角，我要杀你不难，但我只割下这一块衣角，这应该使你相信，我没有背叛或伤害你的念头，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仍在搜寻我，要杀我。愿上主判断你我之间的是非，愿他替我报复，因为我不会伤害你。13节，古语说，坏事出自坏人，我绝对不会伤害你。以色列王要杀的是什么？他追赶的是什么？是一条死狗，一只跳蚤。上主要判断，要断定你我之间的是非，愿他详查，保护我，救我脱离你的手。以上。那当扫罗上完厕所，大卫也跟大家辩论完之后，大卫就从洞里出去哦，所以这个洞呢，很大，可以很多人在里面。那刚才我们读的诗篇57篇有提到说，大卫说他自己要及早的行起哦，所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所以早起的大卫可能看见扫罗进来，或是因为大卫早起，他才比扫罗早进入这个洞中。那大卫就呼唤扫罗，我主，就是我主陛下。那扫罗他回头看，那大卫就屈身伏叩拜啊。所以大卫见到了扫罗，那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那大卫只有见了这么多的人，但是始终还没有见到扫罗。那当大卫见了扫罗的时候呢，他用了这段话，那没有很长，但是呢，却诉说了重点，而且也是这个掏心掏肺哦。那大卫告诉扫罗，为何听信谗言，听说有人要大卫害你？看啊，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里，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要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大卫把他的心里面的话，他的动机、他的想法，来告诉扫罗。我父啊，看你外袍的衣角在我手中，那
我父好，那他确实也是大卫的父好，是他的岳父。那你知道我并没有恶意要悖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所以大卫在为自己辩白。那他知道，他也给扫罗一个台阶下。扫罗要杀他，一定是有人在那边，在那边煽动，一定是背后有人在煽动扫罗放风声，让扫罗听信谣言，然后对大卫造成误会。12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愿耶和华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所以前面我们有提到，这个扫罗他还会为这些人祝福像这个西弗人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然后对这些帮助他人用上主的名来祝福他们，做上主所不喜悦的事情那上帝会这样祝福他们这个也知道困难，但是大卫却在这边却把上主的名搬出来证实他自己所说所做的是不是如实。那他也引用了一句格言那这句格言说，恶事出于恶人会做坏事的是因为他这应该要说用耶稣所说的义人从他心中所存的义而发出善，恶人从他心中所存的恶而发出恶来所以最主要是看内心耶和华不像人看人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大卫在这边自白，他不是恶人，他也不做恶事，他也不存恶心那他不亲手加害于你。那以色列王要出来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你要找的不过是一条死狗，是一只跳蚤那这个死狗呢的意思是指流浪的狗所以其实大卫比较像是流浪狗，不是死狗死狗是动也不动那当然这也是一个极端的说法大卫在跟扫罗比较起来，就像是一只死狗。还有就是狗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在犹太律法当中是不洁净的所以它是不洁净的死狗死也不洁净，狗也不洁净，就是不洁净又不洁净，又像是一只跳蚤那就是非常的渺小，好像是灰尘一样。所以他也是在松开这个扫罗的心让扫罗改变他的心意。15节，愿耶和华做仲裁者，在你我中间判断，愿他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所以大卫可以在这边清楚的表达他自己是判断是非所以这个是隐基底的图片那这里有很多的洞穴上完厕所还可以顺便洗一洗冲一冲那是非常的方便那但是它也是有高高低低上下起伏。所以当大卫跟扫罗的对话呼叫，有可能像后面会看到扫罗在下面，那大卫在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不是说只有一个地方，或是就是一起。那讲到大卫向扫罗叩拜所以这时候扫罗只有一个人那因为王要上厕所要隐秘所以可能就只有大卫跟扫罗单独面对面。那大卫的人可能还继续在洞穴里面好，那接着最后再请素兰姐带我们来读16节到22节。16节，大卫说完了话，扫罗说：“我儿大卫啊，那真的是你吗？”于是他放声大哭。他说：“你是对的，我错了。我这样以怨待你，你仍然以德待我。今天你已经表现了你多么善良，因为上主虽然把我交在你的手中，你却没有杀我。当人抓到敌人，怎么会放他平安无事地走呢？愿上主因你今天对我所做的赐福于你。现在我确实知道你要做以色列王，而且国家会由你统治。你要指着上主的名发誓，你将保留我的后代，使我的名和我家族的名不至于被遗忘。”于是大卫向扫罗发誓。事后扫罗回家，大卫和他的部下又回到他们躲藏的地方去。以上。好，
那所以大卫他真的是有口才啊，好，所以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能够抓出了重点，还能够来解开这个扫罗心中的结啊，好，所以大卫曾经用弹琴来帮助扫罗来赶鬼，赶这个邪灵，好，那他也能够用话语来帮助扫罗解开他心中的结，好，让他能够有一个地方好得释放。那所以扫罗的回应是什么呢？扫罗的回应，好，他先说我儿大卫，好，所以前面大卫叫他我主陛下，然后又叫他父王，现在呢，真的这个呼唤呢，让扫罗也感动，好，叫他儿啊，好，表示非常的亲密，说这是你的声音吗？好，所以表示他们是有一段距离，并不是真的就是非常接近的面对面，那是用大卫可能用呼叫的方式，那所以扫罗呢就放声大哭哦，所以我们从读撒母耳记到现在，扫罗有很多的举动，有很疯狂，有很生气，好，那但是还没有看到扫罗这样子放声大哭啊。那所以这也是一个扫罗内心得到释放，好，那得到一个释放的时刻。那他一边哭或是哭完对大卫说，你是对的，我错了。好，那和本说你比我公义啊，你比我公义，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善待我。恶是出于恶人，好，那善是出于善人。好，那大卫没有说自己是善人，也没有不一定是指扫罗是恶人啊，但是他一直在讲他自己，好，所以他绝对不是那个恶人。那所以这个也让扫罗回应说，你比我好，你比我良善，你比我正确，你比我公义。那也认为说我错了啊，好，我错了，好，所以这个扫罗呢，他是很能够承认自己错，因为当初撒母耳要他去这个消灭亚玛力的时候，扫罗也连续承认自己错了，好，但是错了知错，但是他却没有改，这是扫罗的这个罩门，就是他会认错，但是他没有悔改，他没有改变自己。18节，今日你以善待我，却以恶待你。今日你以显明你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手里啊。好，所以刚才大卫那句话，恶是出于恶人。好，那扫罗也承认自己是恶人啊。耶和华把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19节，人若遇见仇敌，岂可放他平安上路呢？好，那这也是一句当时的格言。跟前面恶是出于恶人一样，所以很有可能这是同一首同一个出处，或是同一段话的记载，同一个人的这个格言。那但是扫罗回应大卫，那就是不可能去轻易的放过仇敌啊。好，那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做的以善回报你啊。好，那所以前面有说他们这个扫罗曾经为西弗的人祝福啊，好，因为他们通报扫罗大卫躲在这里，所以他就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好，但是这样的赐福呢，是抵抗的悖逆的上帝的旨意。那现在呢，大卫按照上帝的旨意，所以扫罗说愿耶和华因你今日所做的以善回报，也是赐福他。那这是按照上帝的旨意。20节啊，好，所以扫罗终于松口，现在我确实知道你要做以色列的王，好，你一定会成为以色列的国，好，要建立在你的手里啊。所以其实扫罗不是不知道，只是他一直不愿意承认。但是因为现在呢，大卫割了他的衣袍，又在他上大号，在他这个非常这个隐秘的时候，却没有下手害他，保存他的性命。所以扫罗整个是一个没有设防的完全的裸露和敞开啊，所以他也把他心中的话也说了出来。这句话呢，前面23章这个约拿单在西弗旷野的时候就已经对大卫说过，甚至两个人在3次见面的时候也说一样的话，就是约拿单要大卫发誓，要善待他的全家。现在呢，扫罗居然也是做一样的事情。第一个也承认大卫要做王，
而且请求大卫要善待他的全家，不能剪除他的后裔，也不能从他父家来除名。好，所以这是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下第1章。好，那大卫会坚守这个誓约的原因呢？好，那最后就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所以这个动作呢，前面也对约拿单来做过。扫罗回去，大卫继续躲在洞里住在山寨当中。所以这个故事没有结束，因为扫罗有认错，没有悔改，可是他没有就恢复跟大卫之间的关系，或是把他邀请回去而是继续让大卫留在这边。所以这个故事后面呢，还是有发展。今天我们看见扫罗他是君王，好，那3段式就是他接替了撒母耳。后来他治理的成功跟失败是13到15章，那13章呢是由大卫来接替扫罗的过程，好，从15章到31章，好，那我们现在读到的24章，好，就是在大卫从流亡当中兴起，好，那这个兴起呢，好，没有任何人来只有一开始撒母耳膏他，但是撒母耳这时候都躲藏，但是却是有约拿单出现，说你要成为以色列的王，接着连扫罗自己亲自也松口，你要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现在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大卫越来越兴旺，那扫罗呢就越来越衰微。那从这个以色列的地位王扫罗身上也可以看见，撒母耳是先知祭司是士师，扫罗是合人心意的人，那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扫罗一直想要得到人的支持所以他要人来站在他这一边。那但是大卫呢，他不是要站在人的那一边，如果他在这个隐基底的山洞当中来投票的话呢，好，那大卫就投输了，大卫就必须照大家多数决去砍扫罗的头，但是他选择是站在上帝这一边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整个故事呢都是上帝在主导，上帝发动，借着扫罗的内急，让大卫的仇敌也就是扫罗自动送上门但是这是大卫信心的大考验，最后他的原则就是绝对不可伤害上主的受膏者，所以大卫也独排众议，跟大家辩论劝阻，那用信心用口才不仅是说服大家，还松动了扫罗的心，甚至瓦解扫罗的心魔，让这个扫罗这一天又得到不同的医治释放。扫罗是身体的释放，现在他的心跟灵也得到释放，所以这一天还是扫罗蛮祝福的一天。那扫罗也不得不承认，上主已经把国家都交在大卫的手中，他也清楚的知道大卫会做王，他也即便他心里面不愿意，但是他的口都这样的宣告，都这样的说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遭遇各样的困难，或是危急，或是患难，但是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福分也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投靠你，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相信各样的灾害都必定要过去，各样的危机上帝都能够帮我们来解除。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素兰执事，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